相信这个台南建城400年庆祝的活动——南营民俗艺术节，明仔载就要开幕。全世界有18个国家、21组的民俗歌舞，要带来精彩的表演。 今年的南营国际民俗艺术节明仔载要举行其中开幕演出，是配合台南溪北地区的表演团体展现民俗艺术。阮这个主题是叫做风调雨顺，是讲台南为台南400档，阮用一个较无共的角度切入来讲这个故事。这摆演出嘛，因为三道日风台影响和演员排练甲舞台相关设备调整受到影响。 因过导演强调讲，演出的效果未拍真。希望把这个规个风甲雨的部分加上加安尼。上个重要的是，这届在地的团体拢会做伙来表演，所以是真在地化真国际性的一个大戏。 艺术节的开幕演出，其实嘛是台南400重要戏剧表演团体，拢是经在地特有的民俗艺术。这摆总共有18国21组的民俗歌舞，连续9天，热情点燃台南的文化热潮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